看知觉流，花果之树人头问，这人无将继续问，快快叫他究竟那名。都是我们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这个噶夏政府啊，深受帝国主义的蒙蔽，企图把西藏从我们祖国的版图上给分割出去。毛主席领导的解放军，为了维护祖国领土的完整和统一，进军西藏，开启了和平解放西藏之路。18红旗踏上喜马拉雅山顶，让百万农奴获得新生。下面我教给大家一句入藏问候语，就4个字：扎西德勒。怎么了？病了？病了。估计饿了。给。还有啥说了？枪毙！为啥保你？偷老百姓萝卜。入藏纪律大过天，你记住一下没有？滚呗！要尊重藏胞习俗，不许问谁是谁的老婆。藏胞给东西要少吃一点，碗里要剩一点，以示礼貌。进了寺庙不许吐痰放屁。你个胡连八扯啥？每天就2两粮食配给，山城队那姑娘都快饿死了。你说对了，就是饿死，也不能跟老百姓抢粮食吃。现在马上入冬了，那都是人家救命的粮食。指导员，再这样下去，红旗插不到喜马拉雅，人家都饿死了。中啊！我看你那个小红旗能插哪儿去？总部任务，明天中午必须抵达恩达。咋弄？能走的跟我奔袭恩达，不能走的留下。余粮不足，土匪又把粮道炸断了，我还要带走行军口粮，你们留下怎么办？那我再想办法。哎，指导员，咱去哪儿啊？这不粮道被炸断了，这附近啊，只有玉热多冈、洛桑头那儿才有余粮。你跟我借粮食去。干嘛叫我去啊？但凡再有个能听懂点藏语来，你都活不到今天啊！
和枪扔过来，扔过来。然后呢，滚蛋回去你们老婆的怀里，吃奶去吧。啊！投降！俺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谁啊？我们吗？你让站左边点，站过来。对，不对。说是谁这个老王给我那个那里？姐，让米卡接不着。哦嘞，我在里行得有那么的。让你嘴的，从最哪家炸不炸的多？我啥的意思啊？是不是觉得米去小着吃多？就是鸡巴的了你，还来这就去搞我们的store没过？呀！当然抢死给不着了，很多道理讲嘛对我。 就，哎，大爷慢就，原来说了这东不那里。哈姆，那突然慢就。
突击器384，加头，扎西德了。你胆子够大了，怎么到这儿来了？你会说汉话？你是什么人？解放军。来解放成都的。捉捕。毛主席的兵。毛主席的兵？毛主席是谁呀？毛主席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毛主席的光辉就像红太阳一样，太阳都好像从他们家后院升起来的。毛主席的撒家，我给老三国不给撒家了，切爱的。如果说我们的地有这座大山这么大，你们头人的地也就是山上站的小羊羔那么大的地方。那go。公公，荆州妈妈的毛主席总给你妈拉亲把这个妈妈的茶，就老板意思的。我们呢，我不也干过商女意思了。你过多了，荆州妈妈的，该下妈妈家吃噻，他让咱们所吃噻，咱们的脚板，我给重塑那留噻。大年前呢，你也搞个崩溃了。连给我死人。打过这。我家祖上留下来的，哥仨战将绕通的披风，都给头人出100根金条，我都没卖。你也会说汉话？在达建炉学过。仇人刚把云丹。他的头被我点了天灯，倒也便宜了他。今天恐怕要刮金风了。这样多只马锅头到村里，带了很多丝绸、茶砖，刮的就是金风。看把女人来了，刮的是香风。如果是强盗来了，刮的是旋风、狂风、龙卷风。朋友是白教、黄教还是红教？
红的。哦，那天我要请教解放军，给我解读一下9乘3步的奥秘。我不知道什么9乘3步，我只知道3大纪律8项注意。我还有几十个兄弟在挨饿呢，买粮的钱也被强盗给抢了。您这里有粮吗？能不能先借我们一点？等以后队伍一定把钱还上。贵客来了，粮食不成问题。不过嘛，入夏已经封仓，过些日子才是开仓的吉日。可是我看你受伤了，不如留在村里张养几天。头人，松吉，金主妹妹了，别再要事。Ja, kurde. Kyllä kun uutin on kyllä.我本不能不捡个大的，也不能不捡个大可以了。捡个儿下可以了。你做什么呢？你做的这样。哪地他们个事儿？我送吧是送吧。第二个是这个。松姐。真的这。后来大洋去这。上马，把他们动。你马上回来的话，罗桑，粮食给你。你受准了吗？
老爷粮食真的给你吗？我们那儿有句老话，叫“等云不等月，等雨不等雪”，不能躺在屋子里等，得干点什么。哎，对了，我现在住那屋，之前谁住的？里头少补的几个空白弄，就给可能擦门根本的。为什么？因为你问那么多干嘛？金主妈妈的，搁下妈妈家着。公公求给，没得举人路娘去。金主妈的头背音呐，俺看着主人的这位音呐，我手机用过去。可是俺现在头背音呐，俺金主妈个搞不到的爬见，俺下个上得了呀，拉大了这一。跟我，杨姐，大军那的地下这切多，想不起了。哦呀，让谁打没呗？没接送上。哎，醒醒，醒醒！罗生，妈，命一样重要，命。这些马性子野，不怕死。罗生的军囊，40个牦牛，6个女人，1万家票人，这么几个人，穷奴的连这么几个。看啊，这片草场在东、北、西3地分别有3座丘陵，易攻难守啊！咱们分别在这3座高地上布防，每防2人，可以轮班倒换。在马圈这边的这个草垛，是个极好的埋伏点，隐蔽性好，1支枪足够。铃铛阵，来，刺杀动作，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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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宰相，他工作个俺们人都是个没牙的，找个啥忙个，现在工作上是这样的。
到底应您看接不来？日哈了，这三的集体人们，不长对木嘛的就，他接的是，接的是。拉不个地吧，就这东。头人应该慈悲些。阿哥，慈悲，让把这心嘛个，去慈悲。每年断粮，粮食给他，走的。啊，每次瘟疫，谁清楚活法？走的，走的去。咱们也不懂阿哥的，不如死。他是我的差吧，赏罚要分明。他犯了罪，我就是砍了他的脑袋，也是应该的。都给我来！上去！啊！我三个！真不是那时候人。就算你把我们所有人全部砍了，妈也活不过来。昨天晚上我们这些人在村口守了一夜，一个人影都没见着。会不会误吃了狼毒草？对这妈的，对这妈的，你拿了最早，拿了最早，都没啥晓得了。那个老把你的刀子去，这小人，这小人，这小人，这跟魔鬼有什么关系？如果你能查清马的死因，不仅能保留项巴的一只手，而且我马上请活佛做法，给你放粮。如果查不出来呢？这双手给你。じゃあ見てくんおじざめちゃうな。でも你的大人，当天去做的，走路村的是你是公不着。언제 아기 잠바근 저기 저지 꾸지.じゃあ見てくshow 채널에. 참不过，你们这个厂的几个人，公共去打야구马对不起。跟我看了些听的你知道，你打了才你是嘛多少嘛呢？跟我的那个你的。我家里没这么高的山，也没有草原，一年有半年都在刮风，草都长不起来。就有真的嘞？15岁就出来了，淘饥荒。我走的时候，我爸把最后一块馍给了我，跟我说：“你得活下去。”我有个指导员，没臭脾气，可他为了让我活着，自己连命都不要。然后我就想，我不能光自己活着呀，什么也不干，谁也救不了，我得做点什么。全部谢谢，谢谢。
大力弄了古布斯声音，过来就走弄了，都不给面子看。我去，别给装作个没找到敌人。警察妈咪，来了脱掉你的身上是个。都应该给我住。学习，呀个活的啊，我个送家个送，西当头，快点对不起。俺最长最开干叫，缺点带来交给你，俺带这家官员没动，给他交，竞争卖不出这点的狗的，羡慕到拍卖的，给他官的借用。俺觉得这个嘛的，缺点家买的糖，瓜瓜碎碎钱，没不装过来，干啥个缺点过不到的，他滚回去。 看了嘛，咱家嘛，保罗总个么个，俺给他多么的热的。 放手！别打了！别打！住手！
妹妹怕嫁给俺最重组的，我家钱穷不的。其实下毒的，今天是个吉祥的日子，为了报答你，我请活佛开了舱门，明天你就可以带着粮食上路了。明天？够吧。云姑，我得去昌都，解放西藏，我得听党的话。党谁嘞？却有个干么嘞？那却多了东呀。 백 타관지나 생기 좀더 그래. 망쳐가 식은 말라. 구쇼치기. 정민남, 미름내 미러팔 말로상 중국요리. 콘서 지면한 라지 제제. 망호고 징말봐. 로라 고치미였나. 공바 총보요. 망쳐가 생니. 야가가 낭히의 지리. 天光俺连上年节出队，龙殿郎，家马儿给这么有所就这么的，光把多少，差不老的酒，拆白往真钱呢，得住不住做个啥？백 타관지나 생기 좀더 그래. 강생기 말해. 소도 휴지나 던지는 소리. 사히 뭐 주나 초마 판조 순도리 차고 가리 용매 수신 그지 내 줘봐 로매 수줘봐 로그 유매 대주没说的吗？没说。
下坡还没吃哪去见？你还是朋友。王大道这个加拉做忙的装破了那个太麻烦，日本广播所家的参加的做忙过去呢，电视出来的，小家看到所节实际没少了嘛嘞。俺感觉了，都大水平，那么领导请不赢了，你们觉得这个流程，杨金教育的，来弄点事。兵长们，你小钱包的。 他这在把当家咱没动那个戏吗？不可以。粮食虽然少了，我答应解放军的事绝不食言。在我的官寨里有存粮，我再送你3匹骡子，明天有松节送你回去。村里出了事儿。 不能走。公，今天section의 강국 뒤도 현주.呀，这样近看八爷庙，阿古月在哪？在西边的山谷。我一直跟着他们到那里，快，跟我去救人。头人。 救杨金，我一个人去就好，一个人行动方便。你真的要去救人？是。只要你能救杨金，我就给你3大车粮食，外加3头牦牛。头人，这是我祖父留给我的。 你拿去防身用。公公，金主妈咪，家把상조 차， 다른 몸만 벗게 그소리 펩소 휴자。 老子过真言语呢，恐怕穷不永远去。 就这个상들이야 요리 동안 게 막상 쓰겠어. 내가 그도 이네. 공채시 말이. 상명한 미셔서니 리스화를 라시에 메도에 나상고백의 제비씨마다 비겸생가래 하즈도 유나요. 지치즈이지나시 나고도메. 라산방을 CD 제도를 쌈주고 라산고백 남아치 뭐이나 줄랭가 조마리 미신주가 조마리 야대제 줄랭가 조마리 유다 그지从不藏没让别人谢谢刚把这那么叫起来你藏没老三个兵将过去是让了别人谢了让错的人进对没事추수이네 미치자치 녀chten 티성만냥군 야마나가 솔라도 야마나가 도와도 망적지한지 샤고죠 사르치 무지나 낭이직다고 샤스마你让谁女马里什么多？
咱们来说，咱们大这个月子，给不起马上我多几天用。就不出，这，还没有人敢从我的手里抢人，果然是金主妈咪。 妹子干嘛？那么东西，咱们搜上。老孙是你懂这个，我们认识些年很久。为什么救我？你干嘛去的？도다, 지치 도멜라니 세나, 아니로 할 오늘이. 我公就会当兵送木叶，死后地狱了。有也不长门啊，写那几个的，年明年中结了我也写牛面。公就친，지 사진반에 오는 여자가 소이나. 샘조가
恐怕是你这个人。这人。索雷。是。我让索姆我过夜的命。这苦痛的，这个我救没。好嘞，让个家伙我们先去接头，咋不那么注意？让个哥哥，你跟这一面好过一呗。그 진주 마미래. 진주 마미. 하하하. 你问问他，他是不是偷了我们藏族人的元根，差点被自己人打死？是不是为了粮食，在生死一线的时候抛弃了自己的兄弟？还有，他这次来救你，洛桑头人许诺，事成之后给他粮食和牦牛，对不对？聪明啊，真犀利！这东这人，这东这人，娘亲，查了没有？这东这人，这东这人，查了没有？ Ai, Kupa. Kupa.
公儿，既然养这个车都深度的这么难，第三么了，养这么长个来着，养这个来的，也他这个是。 唱动起来！唱动！我以前以为你是个软蛋，挨了你呀，挨了你！啊，快！要让你杀了我，你没那么容易死，你朋友也没那么容易死。你兄弟才是个有种的人。大这个杀！ Çizgilim dumu ağzına çakmıyorum. Çizgi tarık sedini. Sen bak güvame na. Satarlam ya güvame. Sen bak görbayı na. Milti ölgünü. Nim bakarıyor. Çınga kaçırdı bunu dişeli. Çınga çizgi sanıyacak. Çakoy namla pune. Çift zaten kalıyor. Çibi seni bu karşıya. 真的是硬币当官卡里呢，我的你变做给，这你们给接头，老蒙古死也得接比。你让这个学哎，让这里行没多哎，让你查人有不当的行没多哎，让我的你不行个都把住年吧，
让你强迫给我做人吧。 就这样，我被土匪们劫持着上了路。他们告诉我，解放军先头部队已经打下了岗坨，过了金沙江，指导员也已经和部队会合了。他们还说，大马拉山谷深处有他们的存粮，只要我帮他们打退洛桑，就能拿到粮食。我不知道能不能相信他们。 你们从嘛刚巧送在白沙的。这个时候的西藏大地变幻莫测，巨大的阴影和光亮在天边起伏不停。我也好像被卷起一股激流，为了早日脱身回到部队，只能在激流里盯紧方向。 Tontooltan sajurundaat hıtvayn. Ushul hayırdan baktan. Ushun hayırdan. Mihrimon. Alçı tıhırıysın bayvay. Oman. Tontool bilnaman. Oman. Ben şeytan hayırlı. Oman evet bayho. Yarın nol geçirsin. Hırma bir tek. Nol geçirsin bayvay. Şu tontool bilnaman. Ushuldan baktan o. Ushul hayırdan baktan. 黄海人，你们来西藏到底想干什么？不能让你们靠打靠杀过日子了，堂堂正正的活着，谁都别怕。就凭你？哎，你就是那个雪竹猎人的儿子战队吧？我之前在村子里住那屋子是你的。 你喜欢杨金？我是军人，是不能，还是不想？我们藏人爱女人，是放在鞭子底下打的。 也是藏在心口里疼的。你们呢？我还有几十个兄弟，等着我运粮食回去。让人家各项命才个做，宋姐，卷起以内，侬这听么你就叫马达。红海人。 洛桑头人是不会放过你的，是时候让你带着杨戬走了。山坡的树林里，你要的粮食都已经准备好了。那你呢？我和洛桑头人还有事未了。我따라는 그거만.
제가 강도를 내시는죠. 미신다 그 꼬마. 나 고야미도.那场仗打了很久，老天都变了颜色，整个山谷里都回荡着土匪们的喊声，就像我和指导员刚进达马拉山谷那天听到的一样勇猛，让人耳膜炸裂。 龙爱空了，俺去了杨宁的车间，抢抓了警备单位，你还让给没人等嘛的？现在成绩签没有？这些和塞不行啊，让保证。
杨进，快送！跟我了，空也几杯。 Kiki nang itagoy tacho. Ngarang tancho bu. Kunay yung sirang na kutrin. 动着去了，没事别说话，出去就要骂人。 当年三位，明年几位，杨新年破位，我娘来和你老友去，竟然也懂了个错的这娘舅位，主任，没当前，你也打了土的，打了土呀，两个头都的这，年纪轻个没，可是我现在别搞不意思，我妈的呗，竟然对个素质。 你该通过没多？老么家家人，我老上金章给没比，查到我那里点解，啥的心，没说讲忙不接不接，却是拆不这个，的破就爱，让那家嘛这个，的没不说出来。 老弟个呐，俺那就忙不了，卡的家差不去。俺你能讲不的，白天全在找死。那么，啥？俺老上，那么少固定6个月呢？你啥病都请人。哈哈哈！ क्या मार के छेबे लागू चीग मारे कौन सा थप जो दें की रे सोचो कभी में दाने मुझे क्यों चुना दिखे के ज़े में किरांग तू नाम या न्यम जोर यूं मारे तो थामा किरांग की गज़ी ये 你自己嘛，也让这连解决。你真是傻的，进入这个，抗日这来点，几场这个，从没给了界限，才这么样。 就没有所谓。是的，我回来了。我知道战友们在等着我，可我的脚像长了钉子，牢牢地钉在了大巴拉山谷里。没有选择，我得跟他们在一起。我用了土匪们抢来的东西，不知道算不算亵渎神灵？可我总得做点什么。就像我一直试图这么做，却始终没有成功过。
藏地的火烧得真猛，我好像周身都有了力量，死亡也没什么可怕的了。西藏人说，格萨尔王会踩着红色的火焰来救人，那我们所有人都能得救吗？绝了台北越南米查的，你还拉把军队民族，这么是，也得我拿命替有骂人，他全是就是，这样子上吗？就是。公哥，趁着请了大大的秀，你见那是的，下班的时候。我给破，那么上高级老者，可是一直没你一个人，他说明而已。啥才能我给你杀家的？张八子！Ramlaka.人头昏，枪扎剑寒是血痕。这员小将必须问，快
快叫它流星Belanga, mare kibuti. Jalaga. Jalaga. Porta. No light. 藏族同胞给我们送了粮食，也救了我们。加入我们吧！解放成都需要你们这样的人。跑野的马受不了鞍脚，老虎赶走了土狼，狮子又赶走了老虎。我只是个强盗。 只想抱着自己的女人，天高地阔，好恶有心。他是为了保护藏族同胞牺牲了，我会永远把他留在康巴。那样可拉索安的。 华山，他叫华山，是金钟妈咪。风一过江波涛破岸，卷走满地伤。黑暗深渊，唯一有光，人住进天堂。烈马长嘶喊。 云冈三五端，有爱放纵有人痛，有爱生莫留空，有爱放纵有人痛，有